钟老师啊，早早早。啊，请问你今天紧张吗？你要听实话吗？完全不紧张。哦，我代表学校感谢你对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教育事业添柴加火。谢谢谢谢。哎，赖老师，你这手怎么了？我昨天骑摩托车摔的。钟老师真是体贴啊。哦，走，去我医务室看看。我这个不是工伤，难道你也管治啊？我管呢。走，赖老师去看看啊。哎，钟老师，你看时候不早了，第一堂课是我的，我不能迟到，我得走了，回见啊。这能是大哥？为什么我会这么紧张呢？不就是给一帮小屁孩上课？不行，我绝对不能紧张，不能紧张。怎么这堂不是语文课吗？这里是3班，2班在隔壁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昨天我们大家都已经见过面了，不过出点小意外。从今天开始，由我来给大家上课。为了增进我们师生之间的了解，我决定从现在开始点名，点到的同学请站起来介绍一下自己。周安。好，请坐。贝小丹。我叫贝小丹，我最爱莎士比亚，爱海明威，爱杰克伦敦，爱……好，可以。我们不是考前测验，不用讲这么多，请坐。胡策。我叫胡策，平时喜欢研究计算机。如果老师的电脑或者手机上有什么私人照片丢失了，我可以帮你免费恢复。谢谢啊，可是老师平时不爱照相。慕容兰洛。我叫慕容兰洛，我的名字很古典，但其实我一点都不古典，我很开放，很 open 的。好，请坐。安纯纯。我叫安纯纯，刚才慕容兰洛都是骗你的，跟我比起来，他一点也不开放，不 open。同学啊，那个讲话前咱们先把扣子扣上啊。不好意思，老师，我热。好，我们继续点名啊。钟柏，班长是谁啊？班长，钟柏就是班长啊。钟柏就是班长啊。钟柏家特穷，他妈病重，他每天都得去快餐店打工去照顾他妈，所以经常请假。好，请坐。这个问题老师知道了。对于像这种家庭有困难的同学呢，我们应该多多帮忙，多多照顾啊。哎，老师，那天的事儿对不起啊，我们本来想吓唬另外一个老师，结果您太好奇了。没事，可能是因为老师最近呢身体不太好，有点过度疲劳。没事。
好，接下来我们开始上课。廖老师，我们都做过自我介绍了，也请你介绍一下自己吧。啊，我也要介绍啊。那当然了，要不然怎么叫师生之间的相互了解呢？其实我这个人呢，这个爱好是比较多的，也比较广泛啊。比如说，我喜欢看书、读报纸、写字儿、知音故事会，还喜欢一些艺术啊，比如说石膏像、水粉画、水彩、油画、素描、塑形、国画啊。我平时最大的爱好其实是做家务、洗衣、煮饭、叠被子、扶老人过马路。娱乐方面呢，我也是颇有研究的，比如说打小霸王、魂斗罗、采蘑菇都是很好的。同学们如果在课余时间可以跟我来探讨探讨，没关系，大大方方的来。来，喝一个。大哥，廖雪冰在学校不知道在做什么。白哥，管武党那边大概能聚集50人。那是俺们的。这样，之前有过前科的兄弟一个都不许见了。你那儿的人，加上我这儿的人，再加上车行的兄弟们，估计差不多了。这事儿你确定不告诉兵哥？就先别跟他说了吧。你知不知道咱们学校新来了一个又高又帅的男老师？停！郁金香中学八卦电台又开始广播了。听说了，一进办公室就听说了，不是就被学生给电晕了吗？这有什么呀？这是没什么，但是你记不记得昨天晚上在夜莺酒吧打架的事儿？这两件事之间有什么关系吗？有什么关系？我告诉你啊，如果我现在已经基本可以肯定了，这个新来的廖老师就是昨天晚上在夜莺酒吧以当时的黑道大哥呢。别意淫了，来喝咖啡，喝咖啡。你也不想想，如果是酒吧里那人，怎么会被电晕呢？这你就不懂了，他有可能啊，只是条件反射。这在我们医学界的名词叫大脑皮层条件刺激症。我还听说有个拳王怕蟑螂呢。那我请问八卦电台的钟主播，黑道大哥怎么会来咱们学校当老师呢？这个嘛，本主播现在还没调查他这一步。我告诉你吧，这个人一定是极度变态、极度八卦，而且有可能他就是打着咱们女学生的主意来的。你呀，你比我能意淫。不行，这事儿我一定得提醒大家都小心。哟，正义感爆棚了呀！你刚才不还说我是意淫的吗？不怕一万就怕万一。说曹操，曹操到。廖老师，廖老师来。哇，一块儿吃嘛，坐。哟，朱老师，这么巧啊，吃饭啊？阿病，别去了行吗？我不能不打拳了。如果你缺钱的话，我可以问家里要。不是说好了到我们家去写作业吗？你那么爱写作业，不如你替我写啊。嘿，原来你也在这儿啊！我们认识吗？我们廖老师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来我们学校当老师，但是我警告你，这里是学校，是全世界最庄重的地方。我请你好自为之。冰雨，叫我苏老师，谢谢。停！你们现在谁能告诉我，这是什么人物关系？苏老师，你不用解释，我也不想听。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不用想都知道。我不想跟你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。
太冷酷了你！你又伤害了一个深爱你的男人的需要抚慰的脆弱心灵。你不懂，你们俩之间是不是发生过什么事情？你胡说！我只是想知道他是干什么的。总之不是什么好人。莫名其妙。廖老师，你之前认识冰云啊？他是自己来的，还是冰云派他来的？哎，你们俩没那么简单吧？我是应该跟他以诉衷肠呢，还是给他一个伤感的背影？这还有点黑道大哥的意思。青青，哎，苏老师回来了，休假过得怎么样啊？哦，挺好的。那个，我今天来找您，主要是要说另外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请您立刻解聘廖学兵。我觉得他这个人根本不适合当老师。苏老师，你是不是和廖学兵之间有什么误会啊？他昨天才来上班的，这才2天不到的时间，你就能判断他适合不适合了？我太了解他了，我跟他高中就是同学。我觉得他这个人本身就有很多问题，如果让他当老师，肯定误人子弟。苏老师，我相信时间是会改变一个人的。也许你当初跟廖老师很熟悉，但是你不一定了解他现在的变化呀。我想现在的廖老师和你当初认识的那个人相比，肯定成熟了不少。校长，我说的都是实情，我请求您站在学校的角度想一想，因为我们起码要对学生和家长负责啊。我们当然要对学生和家长负责，但是苏老师，无论你对廖学兵有什么样的看法，至少在试用期里，我们都要看看他的表现，不是吗？我们不是都说清楚了吗？廖学兵，你让我跟你说几遍你才明白？我们根本就是2个世界的人，别再缠着我了。哎，苏老师，冰云，上车。你去哪儿我去哪儿，顺路。廖老师，车不错。安纯纯同学，放学为什么不回家呀？我不想回家。为什么呀？他们都太忙了。我不想回到那个冰冷的像牢笼一样的地方，每天回到家看到的只有桌上留给我的钱。我一个人对着镜子说话，对着墙壁吃饭，就算是开着灯我都不敢睡。廖老师，你能收留我一下吗？就1天，1天都行。这个，不太好吧？廖老师，你家也太乱了吧？你是不是该找个女朋友了呀？
现在的女神身材真是火辣，要不然我今天就禽兽一回。我以前就经常做三明治，爸爸的不放酱，妈妈的不放肉，只是到后来，他们再也没有吃过。不行，我是苏坡Teacher兵，这可是我的学生呢。廖老师，你喜欢我吗？廖老师，三明治要记得吃完哦。廖学兵，明天我就让他在学校出名。